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，囡仔教育袂当等，学校做袂到的，就要靠社会各界热心来协助。云林县口湖乡的鹅寮村有一个用低调来改建的免费的课辅班，创办人是当地第一位的女村长陈玉彩，伊只有国校毕业，伊看到囡仔下课了后，世界偌少，所以决定来成立着课辅班，佮家己开钱，聘请着老师来帮囡仔辅导课业。这20年来，参加过课后辅导的学生已经得要1000人了。就算这个经费无够，伊也是一路硬经硬动。体制外的课辅班，陈玉彩的教育路，做回来看。预备。球一个牵出去，发声竖起。你讲我闪2队比赛更马球，这是国小体育课的共同基地。只要是做切割的吼，你切出来那块，你要去找20跟12的最大公囡仔一日教室内，想要专心学习，就要靠老师深入浅出、趣味的解说。好，这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好，来回去的功课多2样，有没有问题？立正，先看去。你要注意一下你的红歌有没有跟上。好的，拜拜。云林县中文国小6年级的杨真伟，下课了的时间才要开始。甲同学讲再见了后，伊真熟练坐小巴士沿路要甲伊年纪差不多的囡仔上车，因有同款的目的地。我告诉你，如果别人打一个报警，上课回位置，不要再玩史莱姆了。杨正，餐厅听几声？听1声哎。 3年级的时候吧，我就是有一单元不会，然后来这里就是因为这里有英语老师，所以我来这里差不多花了2天就背起来。那个银行那一些怎么念？你念给我听。变个吧。 课辅班总共有2层楼啊，2楼有30平的空间，坐满20多个小学生。暗时3点钟，囡仔真认真地画图、做美劳，也是写作业、读课文。为小学1年开始，真伟就参加课辅班。来自隔代教养家庭的伊阿公，我都教教，希望讲伊伫课辅班会使解决功课方面的问题。他以前刚上1年级啊，那时候就是。 读书比较不专心了，去那边都慢慢的，老师那个学历都很好，叫他们功课啊不会的都去那边问啊，所以那个学业上啊进步很多啊。头毛普遍，苏文国爷李丰基本来是国小的代课老师，教课班教册到即马已经要19年啊。为了偏向教育，伊奉献青春，要50岁啊，到即马也未娶某。 这课辅班它只是一个辅助功能啊，它也不可能超越学校的，因为我们这边本身也没有自己的教材，最主要就是站在协助者的角度啦。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小孩啊，所以可以帮忙就尽量帮忙。1楼的教室提供各种的学生使用，课辅班有请附近各种数学、英文、社会老师轮流来辅导这囡仔的功课。课辅班的老师都是学校老师嘛，所以其实我们是很了解孩子他的不足的地方，或者是他的课业在哪里。然后我觉得衔接还不错，就是我们对学生不陌生，学生对我们也不陌生，所以我们彼此一定有一定的就是一定的了解。所以他在课业上不懂的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像这个孩子他哪一方面不了解，那个孩子哪个地方不了解，其实我们是很清楚的。 外海的口湖乡鹅寮村人口差不多是2000人，居民以海为生，加工乌鱼子、白蚵仔等等。
经济收入普遍无悬，社乡真大的教育落差，直接是一代接一代。不过，这间免费的偏乡课辅班，必须是点一拍灯，来为地方改变困境。一个来，还好啊。 65岁陈玉彩是蚵仔寮学堂的创办人，做人海派真阿萨哩，总是逐暝拢会去看比家长，更较关心囡仔的功课。陈玉彩是土生土长的蚵仔寮人，少年的时跟先生摆路边摊卖面，因为伊加倍个性变成庄仔内头一位女船长。成立课辅班嘛是伊头一个做的。 晚上7、8点了，然后还说小朋友阿公阿妈都出来找小朋友，比较鸡婆，我都骑摩托车去，绕一圈都是那个小朋友都有的在那个庙的地方啦，还是什么地方都有吸毒的那个在那边啦啊，我说这样也不行。烦恼囡仔伫暗时四界弄榴莲，国小毕业的陈玉彩灵机一动，决定招亲戚朋友甲居民。 开免费的课辅班，协助隔代教育清寒、单亲甲新住民二代。初期敢若国小学生较无10个人，即马正式国中人数有30、40人。本来教室无够用，但要安怎？只有将因兜的低调管出来，改建做2层楼的教室。 第一节是先那个功课哦，说自己做功课，对，自己老师来就叫他做功课哈。他的休息时间，因为我们休息时间是不可以出去的，是在这里面。你这大怎么吵怎么闹都没有关系，就是这样排起来，排到8点半。其实陈玉彩厝内经济情形嘛无好，开课辅班开销真大，更加好伊先生林东元真反对，阿某为对立。 冤家到陪伴支持，是什么原因？和林东元愿意改变？我极力反对我太太还说问我什么了？我说3出间我就骂了啦。哦，他这要叫我做什么了？我就骂了啦。我们自己都过不好了，你还说过别人的小朋友？7、8年的时候了，我的儿子才给我说了，爸爸你不要这样坚持下去了，妈妈做。 这种工作是有意义的啦，就说你妈妈要怎么做就她自己去做，我不要反对，我3出间不要骂了。虽然得到厝内人的谅解，不过课辅班长期经费不够，有几个摆面临停办的危机。陈玉彩上个遗憾的，就是我都和每一个囡仔拢会使行上正道。他来的时候。 他要跟老师吵，老师吵，老师说这里没有位置，这没有办法哈。要是你又慢来啊，没有办法，这个位置是固定他的啊。就小朋友就跑回去跟他阿公讲，阿公来就跟老师吵，都3字经骂老师，后续那个小朋友就没有在这边救到啊，现在就有好像做的都不是，好像不是我们期待的东西。 低调改建的课辅班，伫云林的偏乡进入第20年啊，规千的学生伫遮学习大汉。陈玉彩相信讲，伊我都将家己4个囡仔带大汉，卖使互庄内囡仔行出无同款的人生。有弱势的地方，没有弱势的小朋友，环境给他鼓励，给他奖励，他一定会变好的啦。 为了帮助地方脱贫以及让孩子们不要学坏，陈玉钗成立的课辅班已经迈入了第20个年头。而其实像他这样为教育奉献的人不在少数。数十年来，社会资源源不断地帮助偏乡，像教育学者李家栋教授创立的普幼基金会，已经经过18年。长期关心儿少发展的至善基金会，前进偏乡成立课辅班，嘛已经有22年的历史。 最近几年来，真济大学嘛透过远距教学，和大学生带囡仔打破地域的限制，平衡都市甲庄脚教育的落差。
教育一个孩子需要我们整个国家或整个社区的一个力量，来帮孩子做成长。所以学校的部分是在白天的时间，但是其他的放假时间或是晚上的时间，弱势的，可能是隔代教养的，这些额外多出来的资源，可能是协助他们很大的一个资源的部分。我们会慢慢教出有用的，希望在社会上有以后可以有好的基础的小朋友啦。科辅班连接学校的课程，为囡仔点亮一趴灯。但我猜，就敢若是鹅寮村的夜光天使，嘛期待有更加侪像陈国彩的人，保护着偏乡伫山海迄一边，弥补教育的不足，点亮更加侪希望，引领方向，互囡仔会使顺迄个光，找到人生的出路。